位伫北区大庆街元和宫主事保生大帝加全台白龙庵五福大帝，距离顶届庙宇的整修已经23冬，即届因为厝顶漏水加毁损，经过请示，决定12月16将举行重修的动土典礼。因为每年111年，庙方嘛特别准备111支的迷你金蝉，要提供民众来祈求。全国的这信徒大家好吼，阮元和宫管理委员会这回推出这个金铲子吼，这个活动，咱嘛是感觉讲吼，今仔借用着工作明仔载足欢喜的日子吼，全省的信徒大家会当做伙来遮吼，向工作来祈求，吼求财求助以外咧，吼这还佫有一个咱宫人吼特别对信徒的一个服务，就是讲你明仔载若会当求着这个金铲子吼，阮本宫会当提供一当份的这个发财灯啦，伫咧后殿替你安这个功名，会当保你的财运，这也足重大的意义。希望讲全省的信徒大家，咱台南县市这好朋友，会当借这个机会，做伙来参与工作的这个盛会。咱若回去咱明仔载来到遮向工作来禀报以外工作若属下这个金土站你甲请回了，你若要生希望要生一个查甫的你回去你甲。这个面顶悬，这个就是讲这个面发射迄个下骹啦。你若要求女你想讲要求一个可爱的女生你这个面甲顶悬，甲放到门窗骹安尼。佫有一点这个土墙代表起家起厝的意思。你若是甲伊请倒去厝里了你入来恁厝里的大门放到右手边，放到遐。这个咱美术专家讲，这有这个求财得利的效果。元和宫主委王炳元表示，金签不但有求助的意涵，另外嘛有起家求财的用意，欢迎有兴趣的民众踊跃参加。活动大约9点开始，11点15进行动土仪式。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